咧係中華台北嘅長跑希望啊，繼我哋嘅朋友許績勝之後，因為許績勝個紀錄咧就係馬拉松紀錄啊，擺咗唔知幾多十年啦，應該係98年，如果冇記錯。印象中好似係30年啦個紀錄，係2小時14分啊！咁啊一路都有啲人接近嘅，譬如之前張家捷啦215啦，咁216啊218都有嘅，但係都仲未破到。咁佢係即係中華台北希望即係有力咧去打破許績勝嘅紀錄啊！係啊，許績勝我哋即係係咪啊葉 Sir？咁睇下個速度點放啦，大家你睇我睇你咧就佢着數啦。咁睇一睇起步咧就簡之傑係採取咩戰術啦？咁喺台灣嘅，我都見到啦。其實熒光幕見到日本選手咧，佢係黐咗好多嘅一啲貼喺個身度啊。葉 Sir 嗰啲係咩？有冇即係長跑？我見好多長跑運動員都會黐一啲可能類似嘅貼。咁其實係有冇話有咩作用嘅咧？咁可能行氣活血啩？咁我諗冇研究呢樣嘢。咁睇睇個圈速先，都係1分左右嘅啫喎，好快下喎。咁啊！呢個啱啱提到即係一啲個人習慣啦。啱啱有個日本選手咧跑馬拉松都係貼到周身都係嘅，百粒貼咗。係啦，即係如果有留意，咁佢第一場全馬都跑得好快。咁啊，不過就呢個好個人喜好嘅呢個就。咁快完之後咧就拖翻慢啲㗎啦。咁簡之傑又一貫嘅戰術都係跟住。係咁啊！卡塔比亞沙迪就喺守喺另一位中華台北選手後邊啦，排住第4先。咁都係視線啦、射程範圍內啦，所以都不慌不忙嘅。係啦，咁我哋香港幾位選手咧，暫時都係喺中後嘅位置跑翻自己嘅 pace 啦。冇可能揀貿然去跟啊！因為都見到個實力水平個水平係爭少少嘅，一個係8分頭啦，一個係8分可能中後咁樣，係啦。咁個局勢上咧，就正如嗰份成績表咁啦，即係報翻嚟嘅 PB 咁嘅局勢啦。即係個報翻嚟時間快嗰幾個選手咧，都係喺前邊嘅，大概咧都係1分0.23秒到啦。即係都係跑翻去應有嘅步速啊！暫時都係。咁佢哋中華台北隊最驚嗰個咧就跟住啦，跟住第3啊！呢個就真係黑馬。要一定要拉快步速，拉散佢。如果最尾一圈俾跟到都幾麻煩嘅。但係睇個勢咧，好輕鬆，好輕鬆喎，好似平時馬拉松咁啊，跟住後邊就係跟到最後要加速過你嗰種感覺喎。2分35啊，頭1 K。哇！2分35 1K， 好快真係，好犀利。佢哋都選擇唔留，即係都選擇一個快啲嘅步速。好快啊！佢知道嗰個對手㗎啦。咁佢哋簡之傑相信佢都會同日本嘅選手，即係佢哋應該一齊比賽開都知道㗎啦。佢講日文都係要小心呢個啊！大家拉快，你揼我，我揼你係冇用嘅。呢圈係分4嘅。不過呢場比賽日本選手個 PB 相對快啲啦，咁所以佢都係即係帶住頭嘅，控制住個步速。佢唔敢拉慢啊，因為一拉慢後邊鬥衝咧。真係唔知咩事幹都可以發生，而且天氣咁熱啦，哇！真係個實力距離好大啊！呢3位人拉開晒，咁我哋中國香港嘅選手咧，暫時都係跟喺中游至後邊嘅位置啦。呢圈就慢翻少少啦，睇落去就分5、6度啦，拖一拖先啦。係啦，懟快個頭都要回一回少少啊，因為都要臨尾嗰 K 都好關鍵。見到嗰個太陽底下真係好辛苦啊！暫時都未收嘅太陽。呢個場嘅好處咧就係有都好多大廈可以遮到陰啦，一半係遮陰就唔使全場都曬住。係有時玩長跑比賽都係啦，即係有一半場曬，一半場咧有一回一回，即係遮一遮個陰。咁呢個啱啱好咧，個大廈就遮咗一半嘅場，咁有一半咧可以冇咁曬啦。係啊，咁暫時呢圈咧就分1分5秒嘅，拖翻慢啲堆啦。因為開頭咧成1分1圈咁樣衝出去嘅，曾子陽泰啊，咁佢最好成績係7分53秒8嘅，咁簡之傑咧就繼續用佢嘅戰術啦，一如喺日本咁死跟住對住後邊。係咁回應翻啊，行者問咧，即係日本選手貼嗰啲咧，就係之後咧上講之前嗰日本選手啊，吉田響啊，馬拉松入邊就係跳滿100貼啲係液態化佢哋嘅科技啊，咁就希望係提升嘅運動表現啦。當然嗰場比賽亦都好令人好驚嚇咁樣，因為開頭放到好盡，
係臨尾爆咗啫。但係嗰個開頭嗰個步速係一個超人嘅步速嚟啊！因為嗰場咧，佢諗住破全馬紀錄㗎，係所以頭半程係快過日本全馬紀錄嘅，咁所以係好搏。咁後尾即係跑完爆晒 K 之後就即係啦係全馬就係唔係你跑到35 K 好勁都冇用㗎，即係你要跑晒先得㗎。啊嘛，係因為咁但係佢真係練到成身都係嘅。係100粒咁啊，日本選手都係有練呢啲貼啦咁樣。其實好多即係運動科技好多堅密嘢嘅，同埋真係研究出嚟，但係咪真係繼續落去都用咧？好似早30年踢波科拿都貼過鼻貼㗎，跑步人哋都有貼㗎，話幫助呼吸。咁但係而家冇人貼㗎啦，即係個鼻夾啊。講翻比賽啦，咁頭先個圈咧就跑分5嘅，咁頭嗰2 K 5分20左右啊，相當快，冇慢過，係唔係流嘅呢個 pace？如果跑到落去咧，就隨時8分內嘅。係。咁簡之傑咧，如果跟到嘅話咧，有機會亦都打破佢中華台北嘅紀錄㗎。仲有2個圈啊！咁啊，見到後邊2位選手好簡單啫，淨係跟住。咁反而日本個咧就要真係翻嚟 keep 住個 pacing 啊！走唔甩就佢就弊啲㗎啦。不過就走得咁快嘅速度去走咧，就雖然你話卡塔爾嘅速度高啊，咁佢都會散散地，我相信。因為而家嚟緊咧，仲有2個圈領嘅啫，有600米可能都開始要走㗎啦。係啊，咁俾人 lap 圈嘅選手就其實應該褪開嘅。係啊，都睇唔到啦，佢而家跑到冇空地啊，好多時太熱啦。因為呢啲唔係1萬米個步速，嗰啲砰一聲到啦，我都睇唔切啦嚇。唔同頭先 walk 嗰陣時應該要褪開嘅。聽到都到啊！其實呢個快，佢嗰個1分零嘅圈速，大家都好近啦。睇下邊個走貴先真啦。田陽太咧，暫時都係咁，但係帶咗6圈半啦，睇下第7圈半最後1圈係點樣啦。沙迪都唔選擇推你哋住，啲戰術開始出嚟嘅。而家簡之傑想上係嘛？掉埋眼鏡啊！呢啲決心嘅表現啦嚇。係啦，咁啊真係睇下邊一段發力啦。好啦，6分57嘅，6分57啊，跑多1分鐘有7分57，睇下會唔會真係1分啊尾圈。好，睇下邊個走先啦。都未有人敢走住喎。暫時都未敢走出嚟。沙迪走啦，沙迪走啦係嘛？係啊，第2線啦。因為走出去仲有300米，佢呢度唔上咧就好難上㗎啦。簡之傑就想過上去，咁日本選手真田陽太可唔可以頂到咧？咦，冇乜滯喎。啦，帶咗7圈就真係，如果高手過招，你又甩唔到咧。沙迪，但係又冇甩哇嚟啦，真係800米衝，即係話冇講錯，拉開咗。足藝教練嘅貼士就係呢樣嘢啦，最驚呢樣嘢。哇！葉 Sir 你好準喎，真係呢個臨尾尾速走出嚟喎，波段咁走啊，好犀利啊！開推步，咁樣睇下簡之傑可唔可以頂到日本嘅真田陽太攞翻面銀牌啦？兩個都鬥得相當犀利，佢都忍咗好好耐人啦。而家就要簡之傑呢個就彈得晒，仲要唔使8分喎，唔使8分大 PB 啊，可以講。哇7分啊！尾個圈係58，簡之傑係第2嘅。哎呀，啱啱日本嘅真田陽太咧就佢已經走啱戰術㗎啦，搏命走，但係走唔甩都冇辦法啦。因為佢都帶咗6圈幾啦，大家發揮都好好啊！真係，仲要有呢個選手卡塔爾選手突然間去到臨尾300米開始抽頭，然後再走出嚟200米再加。咁簡之傑應該都有機會打破到中華台北嘅紀錄嘅，可能睇落去8分1秒零嘅。係啊，8分頭㗎啫。係啊，帶到好快。反而日本選手真田陽太跑唔翻自己嘅7分53嘅水準，如果跑得翻咧就應該贏嘅。咁當然就係你753，我諗沙迪仲可以再推嘅，43都得。我諗你推嘅時候，佢都留咗好多 PB 啊！你去推嘅時候，我諗佢仲可以推多幾秒啊！真係。咁啊，照睇簡之傑應該 PB 咗㗎喎。佢係應該有機會打破全國紀錄㗎啦。 PB 一定係真係破唔破到全國紀錄啊！即係破唔破到中華台北嘅你嘅紀錄啊嚇！咁就烏茲別克選手翻嚟啦。咁睇下我哋香港嘅選手都有人翻嚟㗎啦。係啊，印度選手後邊咧就有位香港人聯衝緊翻嚟㗎啦，已經。呢位就歐浩俊啦，啱啱鏡頭影到。咁啊，中德澤中德澤翻嚟先。選手中德澤翻嚟先。鏡頭影住而家係歐浩俊啦，歐俊翻嚟咁啊。臨尾150米啦，依家咁散散地喎，可能前面真係太快啦，個 pacing 相當之恐怖嘅，1分1分咁開嘅開頭。係。咁啊，歐浩俊 PB 都唔差嘅，8分54啊，咁啊，今日跑唔到啦，係啦，依家已經9分30幾啦。即係個天氣，大家都可以望下，留意熒光幕上邊啦，33度係好熱啊，真係好精彩。即係話，如果唔係落去阿翁竹毅教練中華台北隊嘅教練講咧，佢都話呢個先係犀利嘅。我哋就一路睇住日本
簡子傑係咪贏到日本嗰個咧就攞金牌咧？原來呢個先緊要，1分48，咩叫速度咧？就係咁同埋今日天氣，哈薩選手沙迪都佔優嘅。係夠熱啦，簡子傑喺日本受訓，即係個天氣嚇未習慣。不過佢都可以突破自己時間喎，應該。好啦，啱啱睇一場好精彩嘅男子3000米決賽。